家己市民中心呢，规划要20档的时间啊，每年总算要来动工。也毋过公布这外观的设计图了后呢，有市民是感觉无介好，认为伤过庄严，袂输是性命园区共款。也那市政府呢是表示讲，这设计是还未定案，会搁继续来调整。 伫家己市政府正对面的停车场，即摆拢已经袂当停车。这暗算明年初要开始进行市民中心地下室的工程。不过，这栋搁合作8栋大楼的市民中心，楼下公布的建筑设计图，互看到的人拢感觉无讲介好看。网络是讲有先落去拍，看是要先要先啊。家己市的市民中心设计图公布了后，引起市民甲家己在地社群媒体真侪讨论，都议员伫议会向市政府来反映。 希望这栋建筑物除了会当增加在地特色以外，嘛要考虑市民的感受。市政府这边跟我们的设计师的团队能够重新的再来检视，6月份的这一个市民中心的示意图，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嘉义市的需求？然后，或者是说有没有机会能够融入更多有关我们嘉义市的元素当中？那市府已经要求同胞团队在后续进行设计时，需要充分考量我们在地嘉义市的一些历史文化以及木都等等的特色，然后并且充分考量民众的相关意见。 明年初要动工的市民中心8栋大楼，总经费54亿。家己市政府指出，这个设计图是厂商参与投标的时阵提出来，互大家参考。建筑外观也未定案，未来嘛邀请在地建筑景观的专家学者做伙来合作，希望互这栋等要20档的市民中心有一个大家拢满意的结果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